そう、じゃあ、今から廣東話係因為佢係です。廣東話。依家開始廣東話。好，而家開始廣東好，話。好好，好好。咁你參日去咗啤魯菜，秘魯菜。去咗啤魯菜，嗯，誒，啤魯菜，啤魯菜嚟咗。咁啊呢碟菜啊，주윳 지먹기 K麻記希麥K麻記騎馬機，騎麻記騎馬機係咩啊？誒と哦，Temaki，Temaki，Temaki，咦？我想講種啊，種中國個種個種 Temaki 唔係 Temaki 咩？即係有個葉包住個飯。呢筆字係啊，Temaki 係哦，Temaki 係啊係啊，佢係豬肉嘅 Temaki。豬肉因為秘魯嘅菜嘅嘢食，又有種有 Temaki，香港都食 Temaki 啊。我呢個呢個係唔係因為好多廣東人廣東廣東人喐動咗啤魯，但係老闆店嘅老闆係秘魯人。秘魯人真嘅秘魯菜嚟㗎。秘魯人即係秘魯都有呢個做法，好似香港嘅 Temaki。原來好似啊，好似係啊，仲有Suke 生醃即係醃魚生魚片，sashimi 係係啊，佢有啲酸嘅酸汁啊，洋葱啊，醃咗個生魚片。生魚片Suke玉ねぎ刺身Suke。ぐ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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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ぐるぐる混ぜてSuke。係啊。跟住仲有你去咗係你講你去咗呢個報道第一次啊？第二次第二次上次同朋友食過，朋友好食，所以尋日再去。好啊，係啊，喺日本我未睇過Peru 餐廳。好少啊。雖然即使東京Tokyo 都冇見過。都冇，好似冇，好少人可能係啊，我都係
喺日本係美國、英國法國、哦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泰國、韓國嘅餐廳好多。香港真係有好多唔同，例如秘魯、尼泊爾、尼泊爾、尼泊爾、Naples 係拿破里係意大利。唔係，係印度隔離尼泊爾。尼泊爾，Nepal，ネパール。ネパール。ネパール。ネパール、ネパール、印度。印度、尼泊爾、印度、印尼，好多巴基斯坦。尋日秘魯菜餐廳隔離，仲有伊朗料理，伊朗菜。伊朗做。係啊，好特別啊，好勁啊，好多係啊。我未去過伊朗、巴基斯坦飯店。我都未。我未啊。係啊。係啊。不過最近印度咖喱餐廳越嚟越多喺日本。點解咧？係咪越嚟越多印度？我覺得因為好多印度人同拿破里人尼泊爾人想嚟日本。所以佢哋開始餐廳。佢哋嚟日本係工作做嘢。工作。咁如果喺日本工作之後，係咪可以做日本人？日本人唔係好多印度人同拿破里尼泊爾人做嘢。做嘢。咁做咗10年5年之後，佢哋會唔會變咗日本人？冇計我哋。呢啲印度人、尼泊爾人，尼泊爾人，喺日本做嘢。例如10年，做咗10年。做10年，工作10年。工作10年。工作10年。働いて。工作10年。然後get visa。市民權 citizenship。citizenship 係。居民身份。但係唔係日本 passport。
唔同passport 要都有。佢哋要佢嘅 passport。哦印度 passport，例如印度 passport、尼泊利 passport，哦要，哦，嗯所以我做咗10年就可以攞居民身份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係啊，citizenship like card IC card，哦，最近好多人開始用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 My 你知唔知 number 啊？新嘅卡，新嘅あと咩嚟㗎？ね、なんだろう。Identity card。 identificated card，yeah，哦喺日本，全部都日本人有佢嘅 ID number，日本人用㗎。日本人有哦佢嘅 ID number，identified number，嗯so 咁係呢個 card 佢嘅嗯 number，identify number。哦，嗯，咁你會唔會有？我有啊有啊有。有哦例如我去醫院啊。醫院我用show card，係であれだ。我可以用社會保險，哦，社會保險卡。社會保險，哦哦，仲可以用社會保險。係啊，哦，明白。不過香港人有冇有ID card？有啊有啊，哦，都有個 number number，啊，有 number 啊，用英文 number。 number，我唔可以搞我 number，哦，你唔可以唔可以搞搞。交交哦，唔可以教。交我 number，哦，點嗯解？點解？點解？點解呢個係因為呢個係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個人情報？個人情報密碼。個人資料，哦，個人資料個人情報。個人資料，個哦，人情報，如果人哋知道你呢個 number 個人情報，係咪去醫院可以睇病？喺病去醫係咩啊？院生病咗去醫院，係咪嗯講呢個人情報就可以睇醫生？睇醫生，哦で咁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哦
そう、ちょっとごめんね。はい、日文。そう、そのカードを見せて、で、この人ねっていう識別をしてもらって、で、社会保険を受ける。如果そう。香港你個 identity card 唔見咗，跌咗，跟住唔見咗嘅話，人哋攞咗嘅話，可能會去借錢，借錢。お金を貸す。tax。貸す。借錢。借錢。借錢。但係用你個卡去借。喺一般度可能，會唔會啊？不過我未借錢。係係啊，佢如果唔見咗 identification card，好危險。好用啊。係。係。你今日做咩啊？會做咩啊？我今日去學沖咖啡。學沖？咖啡。咖啡。咖啡。係。好勁啊！係啊。呢個係唔係咖啡壺係沖咖啡壺。你最近買咗嘅啊？係啊，咖最近啡壺。買㗎。呢個最近買。係啊。好勁啊！好勁啊！咖啡你中唔中意飲咖啡？我中意飲咖啡，但係我而家試緊唔同嘅味道嘅咖啡。我想揾，例如你有啲係水果味嘅咖啡，有啲就係水果 style。水果嘅咖啡？係蘋果，例如蘋果味嘅咖啡。蘋果。係。呢杯係唔係酸嘅咖啡？少少酸，但係少少。飲落去會有蘋果嘅味。係。有唔同味，有蘋果，有朱古力 chocolate。朱古力。chocolate 味嘅咖啡。有酒味嘅咖啡。酒 style。但我唔知啊。お酒。酒味嘅咖啡。酒嘅咖啡。但係冇酒喺入邊，係咖啡。冇 alcohol。No alcohol。no alcohol。係 no alcohol no chocolate is 個味味はお酒みたい。chocolate みたい。リンゴみたい。酒嘅香味。蘋果嘅香。係。係啊。咁而家係試唔同嘅咖啡，跟住睇我自己中意邊一個多啲。
而家唔知，蘋果都幾好，朱古力幾好，酒都好，究竟最中意邊個咧？一番好最中意，最中意嘅邊個嘅？邊個味？而家唔知。邊個？蘋果？邊個？哦。邊個嘅？如果你嘅話，最中意蘋果？我中意酸嘅香。咁 Starbucks 咖啡好似冇咁酸，唔酸喎。係啊，冇酸啊。應該唔酸。不過我住青森青森。青森。青森好有名蘋果。蘋果，所以你中意蘋果。真嘅蘋果。所以。所以你中意。於是就我中意食蘋果。好羨慕啊！香港一個清心園蘋果，可能要30蚊一個。30蚊。港紙。好貴。好貴啊！好貴啊！好貴啊！喺呢度 supermarket。係。喺日本。喺日本一個嘅一個係いくらだ168円。168円。即係好平啊！即係幾多錢？6蚊？7蚊？10蚊唔使？港紙。唔使。160円。160円。港紙即係幾多？所以港紙8港紙。8蚊？8蚊港紙。8蚊。係咪啊1万。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なんかあれおかしい。？1蚊就係1港紙。1万。そうです。1万。1万係、そっか。1港紙係20円。所以160円就係8港紙，8蚊港紙。8港紙。好貴啊！4倍啊！香港30蚊啊！香港4倍啊！不過我父母嗰嘅もらう自己種？自己種得到自己種就relatives 親戚。親戚親戚。親戚。係親戚。親戚免費。你送俾親戚？親戚get 親戚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係。係咪？親戚と收到嘅。親戚と收到。親戚送俾你哋。送俾免費。免費。免費。所以我未買蘋果。你未買過蘋果？
買。哦，好羨不過慕啊！每一年每日當食邊個？每日都食，好健康啊！香港有句話叫做一日一蘋果。一蘋果，醫生遠離我。醫生遠離is far away 走咗，遠離我。日本度講啊？呢個。日本都有？リンゴ、なんだっけ、あるあるある。ある？あるある。面白い。一日一個のリンゴは医者いらず。医者いらず。係啊。香港都講啊。係啊。好興趣啊，有興趣啊。係啊，好得意啊。咁你體調。咁你身體狀況身體狀態點樣？好唔好？好返啦，好返啦。好啊。係啊，前日呢幾日瞓咗好多。好多。瞓咗好多。係9點就瞓覺。好快啊！係啊，因為病咗，好攰啊。所以早啲瞓。你今日返唔返工啊？返邊度？返工。返唔返工？唔返工。唔返工？係啊。老細話要返工。香港早晨，香港返工。香港返工。老細話要返工。要返工。係。今日唔返。咁你如果你なんだ如果你疾病冇如果你有病，你可能病欠休暇？病気。病假係。可以請㗎。病假你有冇有病假？有啊。喺香港呢個係唔係日本嘅一般嘅一般的。一般的。可能你病咗就請病假咯，係可以㗎，OK。通常喺日本我哋冇病假。冇病假？冇病假。咁如果病咗咁點算？我哋用
有給休假。哦，年假。即係有薪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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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薪假期。有薪嘅假期。不過呢個唔係有薪假期。我有病。所以即使我唔想人到有薪假期。我哋一定要用有薪假期。哦，全日本都係咁，大二分之幾。都係咁。哦，都係咁。都係咁。咁如果有 corona 嘅話，都返工，跟住全部人一齊 corona。不過喺 corona covid era，係啊。我哋有病假。有病假。特別病假。哦，特別定係 corona 先可以。病假。特別。只係 corona。influenza 冇。冇。所以病咗有個 check corona 特別病假。特別病假。係啊。但係好辛苦啊，病咗都要返工。好辛太辛苦。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太辛。我唔知啊。等等啊，我 send 俾你。好辛苦。好辛苦。太辛都有意味。大変。辛苦。係啊。辛苦啦。辛苦啦。或者辛苦啦。中文。辛苦啦。好辛苦。有時如果人哋話辛苦啦，係お疲れ様。お疲れ。得嘛？お疲れ都係辛苦啦。有時候好辛苦，太輕疏，好辛苦啊。會咁樣。係啊。咁辛苦啦同お疲れ様嘅用法係唔係一樣？個字言葉一樣。但係用法唔同。唔同。係啊。お疲れ様我覺得呢個係カジュ例如我なんだ終わる帰る係返屋企做嘢，返嚟。返屋企嘅時候，我哋講お疲れ様。お疲れ様。to my colleague。colleague。colleague。喺公司走嘅時候。公司。
我疲れ様。我疲啊，係れ。啊係啊係啊。to colleagues 同事。そうそうそう。哦。very Japanese style。casual。我疲れ係 casual 定係 formal？casual。casual。casual。casual 例如、これ、例如我哋開始 meeting 嘅時候，我哋講，全部我哋都講お疲れ様です。即係終わり就完咗，即係表示終わり。表示完啦，咁時候。終わり嘅時候都お疲れ様でした。即係唔會講終わり，唔會講終わり，就會講お疲れ様でした。係啊。香港譬如香港都有，譬如打電話嘅時候，就嚟完嘅時候就會講唔該晒 ，thank you，拜拜。唔該晒 ，thank you。係。兩個點解你哋講啊？都會講，有時會講唔該晒，有時講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通常係收線之前都會講唔該晒 ，thank you。尤其是係同 business 嘅時候都會講唔該晒。好類似我疲れ様。講電話嘅時候。有啲似，似てる。似てる。好似。唔會直接講拜拜。失禮。ちょっと失禮。講下拜拜。拜拜係 casual。要先講唔該晒 ，thank you，再講拜拜。係要先有啲禮貌，係 polite。咁於是就拜拜係好似じゃあね係日本。係日文。日文嘅じゃあね。都可以講嘅，但係要まずお疲れ様或者まず唔該晒先講拜拜，そして拜拜。如果こと終わり講完啦，直接拜拜就失禮。係。要先講。有禮貌啲。係。でも拜拜 is OK。係。拜拜 OK。喺日文失礼いたします。我哋講。會講失禮。失禮いたしました。失禮します。一開頭定最後？講完嘅時候。講完嘅時候。講完嘅時候。失禮しました。失禮いたします。香港比較少。通常如果我嘅話，我打電話，可能話以前 business 嘅話，可能係會點講咧？多謝你嘅時間。多謝。多謝你嘅時間，係。開始嘅時候講之前，可能講多謝你嘅時間。appreciate your time。英文嘅話。即係平等，即係你同我一樣。如果
如果香港可能我啦，我覺得如果失職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就我低啲咁樣，我低啲，我多謝你嘅時間就一樣，大家一樣，同じレベル，係。なるほど。係。やっぱなんだ、へりくだりって言うんだけど、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係咩？日本文化。係。謙虛。謙虛。謙虛，係。謙虛，謙虛。所以我哋講、平時講失禮しました。失礼します。はい。とか。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可能因為我喺美國讀書，學咗美國人少少文化。好啊。係，所以就講嘢就。不過我聽講へりくだり都係認識文化。不過喺香港冇啊。唔知道，我都因為我接觸美國文化多啲。係英國文化少少唔識。わからない英國文化。係啊。你有冇做嘢喺美國？有啊。幾多年啊？我係讀書嘅時候part time。part time？アルバイト。係。好似 internship。internship 係。係啊。佢哋就講嘢好直接。直接最近勉強したやつだ。直接は直接 direct。直接。直接。係。美國人講嘢好直接。如果佢覺得做得唔好，悪いこと就會直接講你咁樣我覺得唔好。係啊。但係可以討論，你可以話我覺得好，你覺得唔好 ，discuss OK。係。呢個係唔係美國文化？應該係。係啊。係啊。日本可能唔得。日本唔懂嘅。失禮しました。すいませんでした。好多人講平時講失禮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すいませんでした。係啊。不過都睇人嘅。人によって有啲人係謙虛啲，美國人嘅話有アメリカ人だ啦。によって人によって有啲人謙虛，有啲人就直接。有啲人，所以都好難去わからない，好難理解理解できない。係啊。有時因為唔同人佢哋講嘢唔同㗎都。係啊。好多全部都日本人係謙虛なんだっけ謙虛。
謙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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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係咁日本人謙虛嘅時候係個心心中で真係謙虛定係心裏覺得感覺謙虛定係言葉だけ失礼します失禮します只係咁講，只係講嘅啫，有時只係講不過心裏未必心裏唔謙虛，係所以要有趣面白い。あ、すごい今日めっちゃ長く話した。好啊。今日講到咁多。咁多。お疲れ様。係咪？お疲れ様でした。係、お疲れ様でした。廣東話就お疲れ様でした。廣東話係辛苦晒，唔該晒。唔該晒。我哋下星期再講。下星期好啊。下星期再講。好。では。好。下星期幾時？10點係香港時間。10點香港時間可以。香港時間。好啊。好啊。好啊。拜拜。拜拜。拜拜。唔該晒。唔該晒。お疲れ様。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した。バイバイ。バイバイ。